喂喂喂！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最貼地、最獨家嘅賽事大解剖啦！今日同大家直擊2026年5月3日星期日沙田日馬第8場第2班1600米呢場高水準大戰，今場雲集咗唔少4歲明星馬，我哋即刻同大家瘋狂起底，精準打擊，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睇下邊幾隻馬今日要直接飛走。1號美麗同享，第一隻要話大交叉嘅係1號馬美麗同享，雖然佢有班底，但始終係老馬一匹。喺呢場有幾隻4歲頂尖街線壓陣嘅2班賽，賽事節奏同爆發力要求極高，老馬喺體能同末段衝刺力上已經無可避免咁走下坡，面對班當打後生仔，根本毫無還擊之力，值博率極低，直接飛走。4號加州動員，睇返報告，佢喺3月尾賽後被發現右前腿不良於行，健康出現嚴重隱患，而且上次連布文親自操刀都完全搞佢唔掂，呢次仲要讓命論，一隻有腳患紀錄兼且難以駕馭嘅馬，堅決放棄。7號太易穩，初跑1000長力成疑。第3隻要踢走嘅係7號馬太易穩，想將佢126倍大冷門，加上佢今次仲要初次增程跑1600米，長力完全未經證明，喺步速難測嘅場合，隨時去到最後200米，腳軟斷尾，慳返啲彈藥好過。清走晒啲伏馬，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嘅完美 package。8號首飾天空。潛力深不見底，神仙開聲讚好，全場最值得投注嘅穩膽首選，一定係蔡約翰馬房嘅8號首飾天空。呢匹4歲煙馬實力極強，早前因流鼻血錯過咗經典3關系列，但休養逾1年後，2星期前復出1400米，即刻展現出恐怖嘅末段加速力，輕輕鬆鬆贏對手個幾身位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黃奇居，好嚟一起步，開心三寶慢咗喎。前面快馬內蘭和光同陳快啊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呢，有黃金大亨，中間夾住超輕鬆，手到齊來走咗上去第2位啊。內蘭第5位嘅馬呢，紫色眼就係津智神啦，中間第6灰馬大眾福星啊，外邊第7呢，粉紅衫仲有呢隻有形量啊，最出嗰邊係開心三寶啊，尾4內蘭奇異果啊，後邊3匹馬首飾天空啦，尾2星願無限啦，暫時殿後係魅力奔騰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咯，前面放嘅話就和光同陳嚟嘅，跟住第2位手到齊來啊，第3位內蘭有津智神啦，外邊第4位嘅馬仲有黃金大亨啊，中間第5橙衫啊超輕鬆啊，內蘭嗰邊啊大眾福星啦，馬林中間粉紅衫仲有形量啦，出邊係開心三寶啊，後邊嗰4匹馬首飾天空粉紅衫，6-3內蘭尾3奇異果啊，後邊2匹分別有星願無限同埋隻魅力奔騰嚟㗎。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和光同陳有少少優勢，中間位置啊超輕鬆3幾個箭步已經上咗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灰馬大眾福星啦，出邊首飾天空啦，中檔追仲有隻有形量啊，最後100零米超輕鬆透出啊，中間灰馬就係大眾福星上嚟啊，外邊位置仲有首飾天空壓咗埋去，再喺埋邊位置呢，就係津智神，最後50米到首飾天空外邊逢馬過馬輕鬆贏出呢場賽事跑。今次初升2班最大優勢負119磅輕磅。蔡神仙受訪時都開口話滿意佢重拾競賽狀態，實力回勇加上輕磅優勢，連勝走勢極有望延續，穩膽之選。2號紫荊盛世，第2隻一定係羅富全嘅4歲大賽明星馬2號紫荊盛世，佢今季贏過香港經典杯，打比大賽仲要衝入季軍，級數極高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黃奇居，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會當凌喎，入邊有瑞盛人生啦，外邊數字天文走上去啦，但係跟住個第3位有至尊高超啊，第5位內蘭喜尊龍啦，中間夾住仲有呢隻白鹿金剛啦，美麗星辰啊，響外邊係紫荊傳令嚟㗎，後多針嘅馬啦。
馬林入邊啊，藍衫白帽咧就標誌宇宙啦。內欄大約尾5到啦，仲有至尊貴寶啊。後邊4匹馬一定超過藍衫尾4，小鳥天堂外邊係尾3，尾位置係呢隻紫荊盛世啊。暫時殿後係紅衫嗰隻幸運派彩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4米段處啦，前面做啱第一步先，數字天文擺咗喺前面放啊。跟住第2位嘅馬呢，有紫荊傳令啊，後邊嘅馬瑞盛人生第3位，至尊高超第4，內欄第5喜尊龍啊。第6位紅衫貝當寧啊，中間呢仲有呢隻白鹿金剛啦，內欄至尊貴寶啦，響外邊美麗星辰啊，馬林入邊呢藍衫白帽藍眼罩，仲有標誌宇宙啊，後邊4匹馬一定超啦，尾3位置內欄呢仲有呢隻小鳥天堂響外邊啊，尾二位置係紫荊盛世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幸運派彩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咯喎，前面放馬呢都仲係呢隻數字天文嚟㗎，跟住第2位有紫荊傳令啊，位置變動上面都唔大㗎啦，瑞盛人生啊跟住第3啦，至尊高超外邊第4，埋邊第5喜尊龍，第6位白鹿金剛埋邊仲有至尊貴寶啊，後邊嘅馬咁啊有標誌宇宙褪咗啲喎，回當寧啊，等內欄有一定超，中外檔上有呢隻紫荊盛世，揈咗去出邊追係小鳥天堂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數字天文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見到中間位置白鹿金剛衝上嚟嘅勢相當凌厲啊，中間位置仲有主荊傳令啊，外邊呢就紫荊盛世追啲啦。中檔位置仲有標誌宇宙埋邊喜尊龍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白鹿金剛將後邊嘅對手拋甩，贏出今屆打比大賽第2名，數字天文。今次初戰2班雖然135磅頂磅，但回師1600米1里途程絕對啱發揮。憑佢打比季軍嘅卡士同強橫後勁，絕對可以將對手一網打盡。9號勁沙塵，既然今場有2大4歲超新星對撼，我哋又至實力指標做配腳，9號勁沙塵就最適合不過。佢上仗正正就係喺2班賽事取勝，證明咗自己喺呢個班次絕對夠份量。今場乘住贏馬氣勢再戰，狀態有保證，將佢放入3重彩或者4重彩做腳。一旦前面鬥消，佢隨時可以喺混戰中殺入3甲，絕對係最穩陣嘅選擇。跑馬無絕對，幫大家拆解晒啲數據盲點，但臨場變數都好重要，大家記得睇定賠率走勢，同埋留意沙圈先好撲除啊！靈活走位先可以長賭長有。覺得今次呢個分析夠晒詳盡，幫到手嘅。記住即刻 like share 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戰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，我知你覺得今場係首飾天空輕磅突圍，定係紫荊盛世氣質凌人？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，祝大家贏到開行，齊齊收錢！我哋下次見。